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可能大家较罕得听，嘛较罕得讲，可能就是和咱煮食惯势较无同有关系。也毋过大家应该也是用会到，这个就是煲。这个煲的意思代表讲用烧水甲这物件烫好烧。煲和煠无共款，煠是兄火煮无熟的物件，啊若是放落去煮，咱就讲是煠。啊若煲就是直接用烧水烫过。因为各大字典小解这个词的例较少，咱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个词，来看到这个读做煲面。这个意思就是讲用烧水烫已经熟过面，意思要挖煮面，也毋过煮是为无熟到熟，啊若煲是已经熟啊。毋那煲面，另外咱嘛会当讲煲粿啊，屏东李港庄仔地煲粿啊，甲卤粿啊同款出名。另外其他的字典说明这里嘛有透蓝的意思，像讲煲老就是参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。甲这个词来甲伊说明，譬如讲煲老料理无滋味，啊若煲面囡仔较无爱食，也是爱现煮的囡仔较袂咸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煲提供予大家参考。